大家好，我係 Project Umbrella 嘅 Brian。喺2025年嘅上半年咧，長期業務嘅新保單保費總額係達到1737億港元啊。而以分紅業務為主嘅儲蓄型產品，亦即係我哋最常講到嘅儲蓄險，就已經達到1500億，佔咗新保費嘅86% 左右。呢個數據反映出，無論係香港人定係內地嘅訪客，市場對於資產增值、財富傳承同埋長期儲蓄類型產品嘅需求係極之強勁啊！儲蓄險係由各大保險公司透過專屬嘅投資團隊，以基金形式幫客戶進行投資。基金入面，客戶同埋公司嘅投資比例係9:1，公司同客戶共同進退，將賺到嘅回報回饋俾客戶，有錢一齊賺。有一啲保險公司歷史悠久，擁有大量嘅投資數據，證券部門就利用呢一啲數據，可以為客戶精準推測由第1年去到被保人138歲嘅預期回報。每年投資翻嚟嘅收益並唔會全部派發晒俾客戶，而係會將部分嘅收益累積起嚟，作為一個緩衝池。當將來遇到一啲經濟波動嗰陣，就可以發揮緩衝嘅作用。未來亦都可以按照當初嘅預期回報派發俾客戶啊。為咗確保每一間公司都可以做到預期回報呢，保監局嚴厲監管每一間保險公司嘅紅利實現率，就好似一位老師咁，每年公布每一家保險公司嘅成績，做到100分紅利實現率嘅保險公司就可以得到投資者嘅信任，放心繼續投資。相反，如果做唔到100分，客戶就會失去信心，流向其他保險公司。雖然儲蓄計劃係一個好好嘅金融產品，但並唔代表適合每一個人。咁好多人就話儲蓄險好，但我建議，如果你係擁有以下5種高尚情操之一嘅人，你就千祈唔好掂儲蓄險啦。呢一份儲蓄險就會破壞咗你嘅冒險精神。第一種就係追求心跳嘅極限運動員。如果你人生最大嘅樂趣係睇住啲資產喺1日之內上下波動20%，享受嗰一種血壓飆升、徹夜難眠嘅快感呢，咁你就千祈唔好買儲蓄險啦。因為儲蓄險對你嚟講實在太無聊啦，佢會透過好多嘅安全機制去幫你減低經濟波動造成嘅不安。等你即使面對一啲嚴重嘅經濟問題，例如金融海嘯嗰陣，都可以安枕無憂啊！如果你真係追求呢一種刺激，咁就真係冇需要選擇呢一種穩定到令人發毛嘅資產增值方案啦。第二種就係忠誠嘅勞動人口。如果你深信人生只係要靠雙手拼命工作而換翻嚟嘅錢先至係最踏實呢，而堅決反對任何不勞而獲嘅被動收入，咁可能儲蓄險就唔係你嘅選擇。儲蓄險會喺你瞓覺嗰陣默默咁為你創造現金流，即使你唔得閒都好，佢都會幫你創造價值。如果你想一世做一個手停口停嘅模範員工呢，咁就千祈唔好俾儲蓄險幫你製造自製嘅長期退休金收入啦。第三種人就係全球最大賭場嘅高傲賭神。如果你覺得自己嘅直覺相比起保險公司所累積嘅200年數據同精算師團隊更加強、更加敏銳呢，而甚至乎你會認為喺股市啊、幣圈廝殺先至可以彰顯到你嘅專業，哪怕勝利率只係得5%，你都要親自落賭注嘅。對於呢一種人嚟講，儲蓄險就唔係你嘅選擇啦，對你嚟講係一種侮辱添啊！點解要俾專業團隊幫你穩打穩紮咁去做一份100分嘅成績表啊？明明自己可以親手喺地球上最大嘅線上賭場贏錢，呢一啲先叫尊嚴啊嘛！第四種人就係堅定嘅單身貴族主義者。如果你秉持住今生財產今生盡嘅原則，認為財富傳承照顧下一代係多此一舉，覺得留錢俾屋企人簡直係害咗佢哋啊，咁你呢就絕對唔適合儲蓄險啦。因為儲蓄險係一種可以一份保單傳承3代、富過3代嘅一份計劃，可以強迫你將財富轉化成家庭嘅祝福。如果你只係希望將愛留俾自己，唔希望財富喺血脈中延續，你就可以即管將錢用晒佢，任由佢被通脹蠶食。最後一種人就係靈活提取嘅自由鬥士啊！如果你對於資金嘅要求係秒速提現，哪怕呢一筆錢放喺活期裏面，你都怕會蠶食咗你嘅靈活性，你一定冇辦法接受到儲蓄險嘅累積期。對你嚟講，資金嘅靈活性遠比於增值嘅潛力重要。為咗可以隨時提取嗰幾萬蚊，你寧願20年之後佢仲係幾萬蚊，你都唔願意投資喺時間裏面，用將呢一筆錢變成幾十萬。
嗱，分享完呢5種人啦，唔知你覺得聽落去會唔會有啲荒謬呢？但係事實上，好多人都可能會跌咗落呢一個思維誤區，而錯失咗俾資產翻倍嘅機會。投資唔係為咗賭氣，而係為咗結果。我哋唔需要24小時都啤住個盤去證明自己聰明，而其實保險公司嗰張嘅成績表已經可以證明咗專業分工嘅重要性。分享多一個最近網民熱話嘅故事啊！喺最近呢，加拿大有一名20歲嘅少女 Brenda 就好彩贏得一張彩票嘅頭獎。佢面臨嘅係要考慮一次性提取100萬嘅加幣啊，定係去每個禮拜領取1000蚊嘅加幣，喺兩者之間做出決定。之後佢選擇咗細水長流嘅方式分期收款啊！呢一個決定咧引起咗網民嘅討論，有好多人讚佢理智，亦都有人嘲諷佢唔識理財。唔知你點睇 Brenda 呢一個個案呢？歡迎你喺 comment 度留言啊！但我認為 Brenda 咁做有3個好處啊！第一就係建立人性嘅防火牆，為行為對沖風險。細水長流嘅回報最直接嘅作用就係強制性紀律。俾錢 Brenda 選擇咗每個禮拜拎錢，就好似投資者將一大筆錢放咗落儲蓄計劃，然後轉化成為長期嘅現金流，可以有效防止咗擁有財富嘅呢一個人因為突如其來拎到一大筆錢而產生嘅報復性消費。而另外，巨款喺手咧係非常之容易引起親友嘅借貸，又或者妒忌。如果資產鎖咗喺保單入面，又或者每月領取生活費，拒絕咗呢啲唔合理嘅要求，為自己可以揾到一個合理嘅藉口。第二就係為投資者製造咗容錯率。要喺投資市場上面贏錢呢，通常投資者必須具備極強嘅心理質素，可以忍受市場嘅波動。而儲蓄險又或者細水長流嘅提取形式，通常都可以具備抗波動性啊，提供一個可預見嘅安全回報之餘，唔需要受股市嘅崩盤影響，可以有咁耐拎咁耐。儲蓄險可以自製終身嘅年金，就正如 Brenda 可以為自己提供咗一個非常之穩定嘅現金流，直到終生啦。最後一點就係簡化理財難度，實現低消耗嘅生活啦。並唔係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同精力去學習複雜嘅資產配置方法，選擇類似於儲蓄險嘅領取方式，其實本質上就等於將風險管理外判俾專業機構。咁樣做法 ，Brenda 就唔需要每日都望住個盤，可以專注喺生活上面。無論係按部就班咁繼續工作，定係去享受人生，都可以任君選擇。我哋只不過係將財富工具化，服務於生活，而唔係將我哋嘅生活俾財富帶嚟嘅焦慮所綁架。雖然 Brenda 喺加拿大並唔係投資儲蓄計劃啦，但係佢嘅選擇同結果其實同儲蓄險係有異曲同工之妙。我認為真正嘅財富自由並唔係一次過可以攞到一大筆隨時可以使嘅錢，而係可以有源源不絕嘅現金流。如果放喺你面前係一大桶水同埋一個源源不絕會出水嘅水喉，你又會選擇邊一個呢？儲蓄計劃唔係要限制你嘅資金，而係要利用時間去槓桿，將你辛苦賺翻嚟嘅第一桶金變成可以守護家人甚至幾代人嘅儲水池。睇到 Brenda 咁好嘅例子，唔知你仲會唔會繼續堅持呢一啲令你財富縮水嘅倔強呢？如果你都想為自己嘅家人同埋自己嘅將來去整一個緩衝池，歡迎你都揾我 Brian 去同你傾下，究竟可以點樣配置呢一份嘅投資方案。下一集再見。